最近呢，多起人际关系的崩盘事件呢，让大家除了惊掉下巴以外，更多的是陷入到了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之中。从这些事件中啊，大家得到的启示是，人和人之间，无论你们之前关系多么的紧密和亲密无间，都有可能突然在某一个时间点崩盘，而且是以一方或者多方惨败的方式收场。似乎一时间，你身边的男女老少都变成了卧底和潜伏者，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给你来一下子，让你瞬间陷入深渊。你不知道身边谁是有心者，这无疑呢，对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信任关系提出了极高的挑战。可以预见的是，以后一个组织或者一个群体对成员的考核会极度严格。只要有苗头或者有疑似损害组织或者其他成员利益的，可能就会被马上踢出局。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的割裂呢，将进一步加剧，而下层群体获得资源和上升将变得越来越困难。人群中由于紧张和提心吊胆而产生了心理问题的人呢，会越来越多。